婚大聚會，所有 fans 咧都要盛裝出席，着起婚紗同佢嚟個真的愛的見證。當然我咁啊，梗係要飛到嚟台灣同佢深情一吻，老公我愛你啊！着起婚紗，披上嫁衣，可能係好多女性嘅夢想。而對於一眾女 fans 嚟講，佢哋可能更加希望可以嫁俾自己嘅偶像，又或者以自己嘅偶像作為擇偶條件㗎。一向愛錫歌迷嘅小豬就一圓歌迷嘅夢想，喺自己嘅國際歌迷會成立當日，同歌迷舉行一場世紀婚禮，寓意同歌迷永遠不離不棄，認真係花盡心思啊！為咗見證感動嘅一刻，我哋嘅主播阿錦當然就嚟到獨家追訪呢一件盛事啦。我哋古時嘅皇帝咧就係後宮佳麗3000啦，不過小豬羅志祥何止3000啊，起碼加多咗我一個，起碼有3001個啊！參與呢一次活動嘅 fans 多達3000多人，除咗有台灣歌迷，仲有嚟自日本、韓國、香港、內地同埋美加等地，其中500位化身成為準新娘嘅 fans 就可以同小豬呢一位新郎哥影翻幅親密合照，真係羨慕死一眾未能夠參與嘅 fans 啊！見到咁多 fans 喺度排隊啊，千祈唔好覺得奇怪喎，因為咧佢哋有個重要嘅任務喺度等候緊㗎。嗱咁啊，見到咧好多人啊，都今日未必着到婚紗嚟㗎。小豬羅志祥啊，出名細心㗎嘛，所以咧亦都為 fans 咧準備好更衣室。嗱咁啊，只要入到去啦，有人咧就會幫你啊，好似佢咁樣着件靚靚嘅婚紗。當然啦，整完件衫又仲要可以咁樣整個靚靚嘅頭飾，咁就可以上台跟小豬嚟個親密合照啦。平時結婚就梗係新娘子大晒㗎，最後一刻先至出場俾大家見到佢最靚嘅一面㗎嘛。不過呢一日嘅主角就換成係新郎哥，小豬好自然就係壓軸先至出場㗎啦。喺揾小豬傾偈之前，就等阿錦帶我哋去睇下一眾有備而來嘅新娘子裝扮成點先。哇係，個個不時又補妝又整頭咁，呢一班新娘子都真係相當之緊張下噃。一眾新娘子嘅打扮真係有好多款㗎，有西式傳統嘅白色婚紗，年紀輕啲嘅就會着上白色 cocktail dress， 仲有中國傳統嘅裙褂，台灣原住民嘅傳統結婚禮服都有。一身紅色嘅打扮，感覺分外喜慶。上到台上面同小豬影相嘅時候，仲擺足影結婚相嘅 pose 添啊！你跟他有冇什麼話說？因為今天是世紀婚禮，然後我覺得說，就真的很想嫁給他這樣子。為什麼喜歡他？因為他很認真。還有呢？然後他很努力，而且他對歌迷很好，很像家人一樣。你跟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回憶啊？他做一些拿過的東西給你們的。演唱會之前有送過暖暖包，冬天在排隊的時候，然後他有送過暖暖包給我。嚟自日本同埋韓國嘅 fans 仲着上和服同埋韓服，已經真係花盡心思啦。青春少艾之餘，小豬就連2歲嘅小妹妹都吸引到。呢一位全場最細嘅小妹妹，亦都以公主嘅打扮出席，要嫁俾小豬咁話。我愛你，小哥愛死了。小豬，國王小豬，我愛你，我愛你，小豬我愛你，小豬我愛你。女 fans 加小妹妹都未夠，就連着上禮服嘅狗仔都要嚟埋出席婚宴，但係佢哋通通都唔及呢一位男 fans 厲害。為咗小豬，佢竟然化身成為一位男新娘，着上婚紗，戴上頭紗，化埋個妝，就連假眼睫毛都黐埋啊！好，我哋飽覽過咁多位靚新娘之後，都係時候要揾下新郎哥小豬傾偈啦。